1949年，同心鲁迅晋级国家新传奖金方中根先生担任教练，本校李进先生担任副主教练。成员由2年级以上的同学，男女任何组成。行止经验，利用社团和课余的时间练习。首次参加台南县90种年度国民中小学传统艺术比赛，荣获甲等奖。第100年2月15日参加盐水风炮男女今仔真第2天展演。本校宋江镇融合社区并结合国术教学，鲁迅期间经常参加社区庆典活动，经常获邀参与各单位、社团重大庆典表演，深获好评。现在我们欢迎记忆投港国奖，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鼓励记忆投港国奖。
虽然他很辛辣，虽然他很苦，他做几多年了？让这个大家一块希望这些比较紧张啊，对对对，他上次是吧？对对对，下午
吗？